因为做风台，全台湾沿海的风影明显来增强，像台东富公渔港的大影，一波一波渗入去墙野内。若屏东垦丁的金石湾嘛出现着惊人的大影，甚至伫个小琉球的外海，阁来出现着水龙卷。 大海景渗伫咧像灰影，冲入渔港，关岛县谷几若公尺悬。这是台东的富公渔港，花甲山风台到来，东部海边仔风雨开始变大港。 到镜头西谷、屏东垦丁，这一片风台南部先受到影响。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垦丁金石湾沿岸边的大海景，就亲像规定的白马仔伫咧走小路。除了东南部继续出现东响，花甲山来临前，屏东小琉球外海出现水龙卷嘛引起讨论。 水龙卷就是伫咧水面上形成的假裂风，主要有4大条件：海面上的温度悬，大气环境无稳定，亲像风台就是其中之一。加上随着风吹大，和海面上顶面的冷空气，就可以形成水龙卷。随着高度开始做了一些变化以后，它容易有旋转的过程。那结合了以上这4种。 关键的物理的机制呢，就容易产生水龙卷。亲像水条的水龙卷，伫咧台湾罕咧看，而且敢若会加几分钟。若是离开海面上无能量，就会拍线未加去陆地。这些雷达回波似乎有一些曲线的状况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在台风的外围的云系可能会带有一些类似像抛线的这样的性质哦，所以其实在这一些小小的对流邦里面，可能都带有一些涡旋，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水龙卷会出现在海面上。 气象署观察，这一片海面上嘛是可能会出现水龙卷的机会。各地沿岸的大海景已经会当明显感受到风台的威力。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